4月29日，主要歸因於逢低買入出現，黃金價格在一度暴跌後逆轉走勢，並且收盤顯著上升。現貨黃金周一大升26.39美元，升幅0.8%，收報3344.11美元。周一早盤金價一度暴跌1.8%，最低觸及3267.86美元。美元指數周一下跌0.36%至99.22。美國實際收益率下滑3個基點至1.954%。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下降3個基點，達到4.224%。這表明市場參與者開始擔心美國經濟衰退，黃金拋售疲軟的跡象開始出現，下行風險極其有限。西方投資者，尤其是自主交易員或皇冠基金，拋售活動有限，而金價正在走高以反映這一點。市場情緒的轉變提振了黃金買家的情緒。由於交易員擔心貿易戰，隨着對經濟衰退的擔憂加劇，避險情緒在金融市場蔓延，黃金獲得支持。交易員們準備迎接本週重要的美國數據 GDP、核心個人消費支出 PCE 和非農就業數據將成為焦點。所有內容僅供參考，不構成投資建議。如據此買賣，盈虧自負。請訂閱、按讚、分享，多謝收看。